继续来看2024秋斗大游行下晡起鼓，今年的主题是和平反击、民主优先。还有政府在重视高物价、高厝价、高工时的问题，嘛要增加国定假日。因为劳动部是表示，修法了后，这劳工一年也是会当休假116天，薪水是有慢慢的起，工时嘛已经有咧对咧降。 行到总统官邸附近，向总统赖清德发话：一年一度秋斗大游行，今年主题和平反战、民生优先，焦点放伫国内3个月问题。2024秋斗游行70正式登场，要求重视台湾高物价、高厝价、甲高工时的问题。现场有上百人来参与响应，也过甲往年来比较，主办方面特别讲人数受减少。 现在物价节节高涨以外，我们一辈子的辛苦买不起一栋房子。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工时高，那我们的薪水也低。砍掉劳工的7天假，1年下来帮所有台湾的财团、雇主省下600-700亿，拿去炒作房地产、炒作股市。 赞成团体不办国定假日，放减掉7天，也批评政府法律制定有问题。袂少劳工伊的底薪比基本工资较少，也佮加上这津贴有超过，资方就闪过违法的问题。劳动部是讲，修法了后薪水提升，工时下降，也有望保障劳工有固定的休假天数。 修法之后，其实我们就确保了每一个劳工都可以有116天1年的这样的休假日数，劳工的薪资上面也是有往上走，其实不像外界这样误解的那个情况。这回对工时薪水厝价通货平调，落予工斗团体真注意，也过游行过程也发生红警告情形。第一次举牌警告。 半路停落宣讲，一度互2摆警告，也出现民众出抗议，不满活动举行，加在最后是顺利落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